OK，好，各位會員，張知會嘅會員，各位下午好啊！咁今日非常歡迎就大家咧參加呢個AFRC 兩個領導過嚟同我哋會員大家分享一個咧依家市場非常 hot 嘅 topics，就係關於一個AML。我諗各位會員咧就平日日常工作嗰陣時咧都會遇到呢個問題，譬如咩係 money laundering 啊，或者平時做嘢嗰陣時有啲咩注意啊。咁我哋今日就非常之榮幸咧，就邀請咗 AFRC 嘅 CEO Jenny Lai，咁大家俾啲掌聲啊！同埋咧就係 Inspection Team 嘅 Associate Director 阿 Kenneth Kwan。咁多謝兩位咧百萬中抽空咧，咁佢哋真係精心準備咗今日一啲嘅材料咧，同大家各位商界嘅朋友咧分享嘅。咁今日咧同埋咧，我哋亦都有田會長特別係 Bernard Wu 亦都有喺現場督師。咁同埋咧今日咧就希望大家咧唔使等到最後咧先將你嘅問題咧可以寫低嘅，你哋可以通過個 Q&A function 咧可以隨時提出啲問題。咁我哋會有專人咧去篩選一啲適合嘅問題咧，然後再喺最後15分鐘嗰時咧同大家解答嘅。咁事不宜遲，我將個時間咧交俾AFRC 嘅 CEO Jenny Lai。好，thank you，多謝，多謝。再一次多謝商師會俾我哋呢個機會啦，可以上嚟分享一啲我哋喺AML 方面嘅一啲嘅認識啦，同埋一啲嘅工作啦。咁我哋唔敢話我哋係專家嘅。咁因為咧，我哋喺22年開始咧就接管功能之後咧，其中呢一個 anti-money laundering 咧都係我哋個局咧需要關注嘅一個範圍。咁所以咧，我哋都累積咗一啲嘅 observation 同埋啲經驗啦。咁所以希望今日咧可以透過一個短短嘅分享咧，就可以講一講喺香港嚟講咧，究竟 AML 咧嗰個重要性啦，即係簡介下啲我 AFRC 嘅工作啦。同埋咧，喺商界裏邊，其實會計師咧做緊好多嘢，做緊好多嘅工作咧。原來做咗之後，原來同 AML 有關，可能都唔知道。咁佢一方面咧，會計師係可以做到嘅工作係好多，但係另一方面咧，可能有一啲嘅位咧，可能要翻去都諗諗，有冇啲嘢要反思下，或者去改善下嘅。咁希望可以今日透過一個簡單嘅分享咧，可以講多少少，甚至乎咧，我哋都帶咗少少古仔上嚟啦。見到一啲新聞啊，見到啲有啲所謂嘅謬誤啦 misconception 啦，究竟係啲乜嘢？咁以至到咧，香港咧去到仲有幾年到啦，咁我哋自己都有個香港都有個 assessment 嘅。咁對於香港整體呢個 AML 嘅環境咧，都會有一個嘅評價。咁所以我哋今日都想講多少少，我哋真係可以再傾多少少咧，變咗幫到我哋嘅 industry 咧，會做得更加到位咯嚇。咁時間我就唔阻啦，咁我就交俾阿 Kenny。咁 Kenny 咧就係我哋 inspection 嘅同事啦。咁佢 AML 嗰個工作咧就佢做得比較多，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請佢過嚟講一講啲 fundamental 嘅嘢咯。咁就交俾你啦。好，咁大家好啊！首先好多謝商師會嘅邀請啦，咁亦都好歡迎線上嘅朋友參加今日呢個 AML Summit。咁我係 Kenneth 啦，咁頭先都介紹過自己，即係會財局查察部嘅副總監啦。咁我知道線上嘅大部分嘅都係商界人士，咁所以喺正式開始之前咧，都想解釋一下，即係究竟 AML 呢個課題咧，其實對於即係事務所同埋商界嘅會計師嚟講咧，無論喺佢哋嘅角色同埋責任咧，都係有個好大嘅分別嘅。咁對於即係專業會計師，如果係以業務嘅形式咧進行某類型嘅服務咧，反洗錢嘅法例係規定咧，呢啲事務所咧係需要履行嘅相關嘅職責嘅，例如係進行客戶盡職審查。咁我今日咧會統稱呢啲係做事務所啦，方便我今日去解説嘅。咁相反，對於商界嘅會計師嚟講咧，雖然佢哋未必有好似事務所相對嚴格嘅規管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喺成個反洗錢體系入邊咧，都佔據一個重要嘅角色。咁喺呢個 seminar 啦，盡量都嘗試用翻即係商界會計師嘅角度出發啦，盡量個通就輕鬆少少講嘅。咁希望即係透過今日嘅分享咧，可以令到大家即係除咗知道反洗錢嘅一啲基本認知之外咧，最緊要希望即係幫到大家喺日常工作上面點樣提高嘅反洗錢嘅意識。咁我就等我開個 PowerPoint 先。我今日其實分咗幾個重要部分嘅。咁一開始咧會先花少少時間探討一下即係香港 AML 嘅背景啦。
入邊會交代翻即係國際嘅標準點樣影響香港發展。跟住亦都學CEO 話齋，即係我哋都會趁呢個機會，即係介紹一下我哋會財局喺呢方面嘅角色同工作。咁之後咧就會講到，即係點解商界會計師其實喺佢哋歷唔同崗位之中咧，都離不開同反洗錢去玩嘅。咁亦都當中會有啲案例嘅分享。咁去到中後段嘅時候咧，就會講解少少關於洗錢嘅基本概念啦，一般人對洗錢嘅謬誤或者係理解嘅誤解啦。咁最後都會講解同埋提醒翻咧，大家每一個市民都要履行嘅報告可移交嘅責任。咁相信大家都聽咗即係 AML 呢個主題好多年，咁大家身邊都應該有唔少即係從事金融行業嘅朋友啦。佢哋有部分人嘅工作咧，可能正正就係主要負責 AML，即係或者係 Financial Crime Compliance 嘅工作。咁究竟點解反洗錢對香港金融係咁重要咧？咁其實都有幾個主要嘅原因嘅。咁首先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咁每日都要處理即係大量跨境嘅資金流動啦、投資啦同埋商業交易。咁龐大嘅資金咧，固然之係為香港帶嚟好多機遇啦，但係其實同時都有好多不法分子咧，即係睇上咗香港，想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洗錢嘅地方。咁所以香港係一個必要性去擁有一個有效嘅反洗錢制度，去保障金融體系嘅安全同穩定。咁其次就係即係維持市場嘅信心同埋國際聲譽啦。咁金融市場嘅運作咧係建基於投資者即係對香港嘅信心同信任。咁無論係投資者啦、金融機構啦，又或者跨國企業咧，都希望用一個透明或者公平同埋受到良好監管嘅環境下做生意。咁一個持續有效嘅反洗錢嘅制度啦，同埋一個可控嘅罪案率咧，係對於維持市場信心有個好大嘅幫助。咁另外咧，以下有一個原因咧，大家可能未必知道，都係其實即係推動緊香港反洗錢進程嘅一個主因。咁就係一個組織叫做金融行動特別組織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即係簡稱 FATF 嘅出現同埋相關嘅國際標準。咁 FATF 咧係喺負責制定全球反洗錢同埋打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標準組織。咁 FATF 亦都塑造咗全球反洗錢嘅規則。咁大部分國家咧都係 FATF 嘅成員國，佢會定期接受 FATF 嘅評估。咁因為認受性嘅關係咧，FATF 嘅影響力咧可以令到反洗錢做得唔好嘅國家咧，面對更加多嚴格嘅國際監察啦，帶嚟嘅隨之而係即係跨境成本交易成本增加啦，甚至乎係影響國際市場對佢嘅信心。咁正正因為咁咧，香港都多年嚟咧都盡量都同 FATF 嘅國際標準接軌。咁 FATF 自1989年成立啦，香港就自1991年咧已經係 FATF 嘅成員。咁多年都想配合相關嘅要求啦。咁雖然咧 FATF 呢個組織咧係冇直接嘅執法權力嘅，咁但係其實佢對國際金融市場嘅影響力非常之大。咁頭先提到 FATF 嘅定期評估啦，咁我哋叫做 mutual evaluation 啦。如果佢哋認定某啲地方或者係國家咧缺乏反洗錢嘅制度，又或者係成效不足咧，咁 FATF 會標籤佢哋咧，將佢哋加入去灰名單或者黑名單。咁當其他成員國家咧嘅金融機構同投資者咧，如果想同呢啲地方做生意咧，就可能會多咗限制啦。有啲甚至乎要採取反制嘅措施，咁對當地無論係聲譽或者係經濟都造成直接嘅影響。咁我哋今時今日見到好多反洗錢嘅制度啊、監管啊，以至專業界別嘅合規要求咧，其實都可以追溯到FATF 制定嘅國際標準。咁每逢 FATF 有更新或者係mutual evaluation 嘅結果咧，反映某啲地方做得唔好咧，咁香港都會盡快作出政策同埋法例嘅改變。咁相信在座都可能會記得，即係大概2012年咁上下嘅時間咧，市面上都有好多銀行請 compliance 或者 AML 嘅人。咁其實好大嘅原因咧，都係因為當時嘅法例第15章啦，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咧 （M 咧）喺2012年正式生效。咁當時金融機構咧就多咗好多 AML 嘅 compliance 嘅工作要做啦，需要請好多人。咁呢條條例咧，亦都喺2018年打後咧，就再進一步收緊去涵蓋其他嘅專業。咁例如係我哋嘅專業會計師啦、律師啦、信託公司啦同地產等等。即係咁講到呢度啦，可能有人就會問啦，咁點解專業會計師都會被納入去反洗錢嘅監管咧？咁其實因為講到反洗錢咧，10個有9個朋友咧，都可能第一時間諗到關於銀行
咁但係其實喺 FATF 嘅眼中咧，一直認為除咗銀行之外咧，一啲提供專業服務嘅人士咧，同樣都擔當住好重要嘅角色嘅。咁而會計師正正就係其中之一。咁原因好簡單啦，FATF 認為即係會計師呢個專業提供嘅服務好廣泛啦，佢哋係可能會接觸到公司設立啊、資金安排啊、交易設計等等。咁認為我哋本身呢個專業咧係有能力可以幫啲客戶咧進入呢個金融體系嘅。咁但係相反，即係如果我哋呢個會計師被不法分子利用咧，亦都有可能成為即係非法資金進入金融體系嘅一個渠道。咁所以 FATF 咧通常就會要求事務所咧喺提供特定嘅指定服務嘅時候咧，就需要履行一系列嘅反洗錢責任啦。咁包括要了解客戶嘅身份啦，進行盡職審查啦，以及當發現可疑交易嘅時候作出匯報嘅。咁另一方面啦，犯罪分子通常都想透過利用專業人士嘅聲譽咧，去令到呢啲交易嘅可信性係提升嘅。咁因為當一間公司或者有啲交易咧，即係如果用到律師啊、會計師啊或者信託公司咧，銀行咧可能相對會比較放心佢哋資金背後嘅來源啦，間接令不法分子咧更加容易掩飾佢哋嘅非法活動。咁正正因為咁咧 ，FATF 而家越嚟越都睇重即係關於專業人士呢方面嘅去反洗錢嘅重要性。咁順帶一提啦，頭先剛才提到嘅 mutual evaluation 啦，咁 FATF 咧頭先 CEO 都講過啦，即係下次會就喺2029年或者2030年咧，就對香港進行下一輪嘅評估。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即係對 mutual evaluation 有更加多嘅了解咧，睇翻上次評估嘅話，都可以喺香港嘅政府網站嗰度嘅。咁雖然份報告係200幾頁，但入邊係詳細記錄咗即係香港各行各業喺反洗錢方面實施嘅政策同措施。咁當大家了解多啲之後咧，亦都有時明白到點解自己去銀行開個戶口啦，又或者如果你間公司想揾即係會計師樓，即係提供一啲服務嘅時候咧，可能都需要提交唔少文件，例如可能你哋嘅身份證 check 下你係邊個啊，睇下你哋有冇公司嘅授權書係咪真係代表公司啊，又或者問下你哋嘅資金來源等等，因為其實呢啲都係即係國際反洗錢標準嘅一部分。係啦，咁講完香港反洗錢嘅背景之後啦，咁我都借呢個機會即係解釋一下我哋會財局喺呢方面嘅角色同工作啦，同埋點樣配合即係政府推動香港反洗錢嘅工作。咁大家可能喺新聞都見到好多關於洗錢嘅個案，即係好似通常都係即係警方啊、海關嘅工作。咁同會財局有咩直接關係咧？其實 FATF 一直都強調咧，一個有效嘅反洗錢制度咧，唔單止係需要傳統嘅執法部門嘅，更加係需要唔同嘅監管機構啦，同埋私人機構嘅共同參與。咁對於會計專業，咁當然就係我哋會財局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嘅工作可以即係概括分為4大嘅部分。咁第一個就係查冊啦，第二個係執法，第三個就係教育同推廣，最尾就係跨機構嘅合作。咁首先係查冊方面咧，會財局會定期對受監管嘅人士進行查冊啦，了解呢啲事務所咧有冇按照法例同埋指引嘅相關要求去建立佢哋嘅政策同程序。咁主要希望透過呢啲巡查咧，都去確保大家都了解相關嘅要求啦，確保有做到頭先所講嘅即係客戶盡職審查啦、風險評估啦，同埋幫佢哋嘅員工提供適當嘅培訓等等。咁呢啲都係以監察同預防性質為主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執法工作，即係如果發現有嚴重嘅情況啦，無論係我哋查冊發現嘅，或者係我哋接收到投訴啦，咁我會財局都有權採取更加嚴厲嘅措施監管啦，例如作出一個阻嚇性嘅懲罰啦。咁希望透過呢啲監管咧，即係其實確保即係各個事務所都理解佢哋嘅職責所在，即係減低被不法分子利用嘅機會。咁第三方面就係即係透過推廣同埋提升業界對反洗錢嘅認知啦。咁呢方面我哋都致力透過同唔同嘅業界合作啦，例如我哋今日同商師會啦，同會計師公會等等。反洗錢嘅工作咧，其實唔能夠單單只係靠執法去推動嘅。咁我哋都會透過發出一啲刊物啦，或者培訓啦，去希望協助業界去了解個市場嘅環境啦，以及監管嘅要求。咁我哋最近應該都喺5月左右啦，就同會計師公會同埋香港警方嘅財富情報組咧，都合作出咗一份即係有關可疑報告交易嘅刊物。咁今日稍後時間都會有少少機會介紹一下同埋分享下入邊嘅內容。咁最後一項就係即係關於跨境機構跨機構合作。咁頭先都講到啦，反洗錢嘅工作咧，從來都唔可能只係靠即係一兩個機構。
而係要咁多個機構一齊合作啦。咁分享情報咧，正正係反洗錢體系入邊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因為除咗係機構同機構之間嘅分享咧，線上嘅各位咧，正正可以喺呢一方面咧貢獻更多。即係相信大家都有見過無論係香港站又好，都好多唔同類型嘅廣告，就係叫大家見而即報。咁因為咧，有時候大家喺商界嘅會計師或者喺公司入邊做嘢嘅人咧，掌握嘅資訊咧，先係最有用。咁會財局一直都同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執法機構啦，都保持緊密嘅合作啦，即係分享資訊同埋交流經驗。咁唔同嘅監管機構咧，其實即係每逢過時過節咧，都會坐埋一齊，即係研究一下，即係點樣即係做到監管同埋發展並存香港。咁跟住嚟緊嗰10到15分鐘咧，都想令大家了解下，即係點解即係商界會計師亦都係需要關注即係反洗錢呢一方面咧。咁我哋講到 AML，頭先都講到啦，就大家都會諗起銀行、證券行、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因為或者咁講啦，直觀啲覺得即係反洗錢咁，梗係關啲錢銀嘅事啦。即係通常銀行咧就係要處理好多同錢銀有關嘅交易。咁但係其實某個程度上咧，每個人因為生活上面都需要接觸呢啲。所以大家都可能會接觸到反洗錢呢個 terms。咁但係去到近年期間咧，大家可能會發覺多咗咧，越嚟越多專業咧，都可能係諗到關反洗錢事啦，即係需要有個合規嘅要求。咁咧其實反映咗成個市場咧，其實都慢慢改變緊，同埋 AML 咧覆蓋嘅行業同範圍都越嚟越廣闊。咁想今日透過今日 seminar 都講出咧，雖然反洗錢嘅責任今時今日都依然落喺傳統嘅金融機構啦、專業人士身上啦。咁但係其實大家作為即係商界嘅會計師，雖然未必有合規方面嘅要求，咁但係作為專業人士咧，都要對呢方面有啲了解，因為就算你哋未唔去了解佢咧，其實佢都慢慢會揾到上門。咁呢度想帶出一點咧，其實真係有罪案先會有洗錢嘅。咁所以有時候咧，如果我哋商界會計師咧都可以避免自己或者公司俾人呃咧，其實實際上咧已經直接喺源頭度解決咗洗黑錢呢個問題。咁陣間亦都準備咗一啲真實嘅案例，係啦，等大家提高警覺，減少俾人即係呃或者俾人利用嘅機會。係啦，咁今日咧準備咗即係兩大類型嘅案件同大家分享。咁第一類型咧就係即係公司俾人呃嘅案件。咁近年嚟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個案咧，係公司俾人呃啦，高層或者老闆都係受害者。咁例如係即係員工就偷咗公司嘅錢啦，又或者係同事喺唔覺意之間就俾人呃咗，將啲錢轉咗出公司啦，俾咗不法分子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係從中有啲啟發，即係了解下佢哋係用咩手法啦，同埋日後可以提高警覺。咁第一單係關於即係四季酒店就俾即係會計職員前後就偷咗2600萬啦。咁四季酒店呢單偷錢案，我諗都喺行內最近呢幾年都比較出名。大家第一次聽到嘅時候，喂，有咩可能咁都得？做咗咁多年都冇人發現咧？咁被告咧就大概喺2013年嘅時候就開始做侍應嘅，咁跟住咧1年之後咧就轉咗去做會計。咁喺之後嘅4年期間咧，被告就前後偷咗公司嘅2600萬。咁按照酒店嘅規定咧，其實每張支票咧都係要有2個部門主管簽名之後。不過咧，被告就嘗試利用偽造嘅簽名啦，同埋修改會計公司嘅會計記錄啦。咁將支票咧扮到好似俾咗真正嘅供應商或者係。咁實際上咧，呢百幾張支票咧都係全部轉晒入自己嘅銀行戶口啦，同埋信用卡戶口嘅。咁呢件事件咧維持咗都4年都冇俾人發現咧。點樣俾人發現咧？直至到係真係有公司職員咧，真係有一日見到張 check 咧，原來喂佢寫自己個名嘅，咁先俾人發現。咁呢單案咧，其實俾大家最大嘅啟發係乜嘢咧？即係會計當然熟悉晒所有審批嘅流程啦，佢知道可能如果係即係冇人嘅簽名就會俾到錢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完全冇跡可尋，即係事件上可能反映其實真係有啲漏洞做得唔好。即係同事可能又冇察覺公文點樣做，所以先至會發生嘅。咁第二單咧都係比較近期，係一間即係學校就俾 CFO 就偷咗2500萬啦。咁呢單案件咧，即係被告就用咗幾種方法去偷錢嘅。咁第一，咁自己 CFO 咁權限好高啦，
咁佢就批咗好多錢俾自己啦。咁只不過用嘅名目就係用出糧、自動轉賬或者學術研究呢啲睇落去好正常嘅名，咁將啲學校嘅錢轉走啦。咁可能事實上咧，真係如果唔係真係 internal audit 抽中咧，都真係難啲察覺嘅。咁第二個就係笑啦，佢直接就出一個長期服務金俾自己。咁但係大家行內都可能理解，長期服務金通常都係個同事仔走咗，或者真係約滿啦先至俾嘅。咁但係佢依然就喺公司一路翻緊工，但係一路就收緊個長期服務金啦。咁第三招咧就係即係透過即係左手交右手啦。咁呢個 CFO 本身嘅出邊都係另一間設計公司嘅董事嚟嘅。咁佢就用 CFO 嘅身份啦，向學校即係推薦，不如我用呢間設計公司幫學校做一啲維修啊嘅項目啦。咁有報價嘅，咁當然最尾大家都估到啦，即係實際真係俾錢呢兩間公司遠遠都比報價高啦。咁樣去攞翻啲錢走。咁呢單案最大嘅啟發係咧，其實不法分子咧，通常咧都係內部嘅人去做，即係好少真係從外部嘅人着手。咁有時可能係一啲真係最熟悉公司流程、最熟悉內部行動嘅人。第三單咧，都係一間即係關於即係大型公司，即係俾偷咗3.8億喎。呢個比頭先2000幾萬更加誇張啦。咁呢單係前後透過7年嘅時間咧，做咗260次嘅轉賬，都冇俾人發現。咁都係3個最主要嘅原因啦。咁被告咧，其實當時咧係持有公司銀行戶口登記資料嘅，同埋一個原本應該係由董事 keep 住嘅保安編碼器。咁換句話說係咩咧？其實佢基本上係有能力想轉錢俾邊個就俾邊個。咁佢當然佢為咗唔俾人發現啦，咁樣嘗試都係偽造一啲月結單啦，嘗試令到啲月結單即係俾錢嗰個人唔好寫自己嘅名啦，轉做真係俾一啲供應商啊，或者係俾一啲資金會用到嘅 vendor。咁佢喺7年時間咧，佢慢慢轉走，咁佢係每個月透過幾十萬啦、幾百萬。咁呢啲數字咧，對一間細公司嚟講，可能就係天文數字。咁但係對一間大型公司嚟講，即係可能好閒。咁真係都係啲買賣貨款嘅錢。咁多年都冇俾人發現。咁佢點樣俾人發現咧？直至到有啲供應商開始追討。點解你先至慢慢逐步揭發？原來佢一直都係透過轉錢俾自己。咁呢單案件最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就係，即係管理層即係一嚟啦，都冇盡好自己職責啦，將個本編咗。咁第二個即係亦都係太依賴即係佢哋信任嘅人，但係可能其實佢原來係真係有份即係呃公司錢嘅人。跟住亦都貼咗2張新聞，就係即係喺香港又好啦，外國都好啦，有意無意咧都會見到一啲 case 咧，就係即係騙徒喺外部就嘗試扮係公司內部嘅高層咧，去指示啲員工去賺晒啲錢。咁喺呢度想帶出，其實都唔好忽略即係員工培訓呢個重點，即係其實真係要好好提高即係反洗錢或者防詐騙嘅意識。好，咁第二類我要準備嘅新聞咧，就係其實不法分子咧，通常都會利用自己公司洗黑錢啦。咁其實部分嘅不法分子咧都好聰明嘅，佢知道洗錢咧好多時候都要透過一啲即係實體活動去進行洗錢嘅。咁而公司咧正係洗錢嘅一種工具。咁再配合科技進步咧，其實而家近年嚟咧多咗不法分子咧係嘗試利用一啲假文件嘅技術去犯。咁第一單案揭出嚟嘅就係一單叫做即係呢度都寫住係幽靈貿易嘅案件啦。佢前後咧一共使咗即係89億嘅。咁呢單案件入邊所有聲稱嗰啲貿易咧係全部從來都冇發生。咁呢單案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咧？不法分子咧唔係靠1-2份假文件就做，係整咗成套假嘅生意出嚟。咁最勁嘅地方係咧，第一咧，佢哋起咗一個咧望似非常專業嘅物流公司網站。咁當銀行職員咧收到呢啲公司嘅匯款申請嘅時候咧，通常都會上網去核對一下，即係咪真係有呢筆貨款，係咪真係有物流公司運貨啊？咁結果咧係真係揾到個網站嘅。更加誇張嘅係咧，如果你輸入嗰啲 bill of lading 嘅號碼咧，佢仲可以顯示到呢批貨已經去到邊度，咁幾時上船同埋幾時到香港。咁
咁要匯走幾千萬，當然唔可以淨係靠個網站啦。佢哋同時咧，亦都準備咗全套睇落去合理嘅貿易文件，包括發票啦、合約啦、報關文件啦，同埋嗰啲 bill of lading。咁上面都有晒簽名、格式齊全，所以其實咧單憑肉眼咧根本就好難可以發現佢係假嘅。咁亦都不法分子第三啦，就係利用即係開一堆公司啦，開好多銀行嘅戶口啦，令到啲人嘅感覺就係佢真係好多業務嘅來往，好多唔同嘅客戶，同埋好多貨款不停出貨。咁表面睇落去都係有生意嘅來往，令到人哋都覺得即係成件事都好正常。咁現實之中咧，呢啲公司咧就全部冇租過任何貨倉啊，亦都冇向海關申報過任何出入境嘅記錄。咁登記嘅地址咧，全部都係借用一啲即係秘書公司啊，甚至乎係一般嘅住宅。咁呢個案件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即係不法分子咧係真係好有心機去設計，令到所有嘢都可以好真。咁大家真係平時都要留意多少少，即係關於即係越真嘅嘢係咪真係咁正常咧？都可能真係要諗多一諗。咁另外一單咧係關於即係體育園承建商咧，就即係 create 一啲開支去投訴啦。咁前後都係假文件嚟嘅，即係整咗80套假文件啦。就利用呢批假文件咧，就扮有超過即係8000萬嘅建築成本啦。咁最後尾就交少咗1500萬稅。咁點解我要帶呢篇新聞出嚟咧？其實想帶出咧，佢係點樣揭發呢件事嘅？佢最尾係因為揾到即係收呢8800萬呢個貨款嘅公司咧，其實原來係一間賣衫嘅公司，即係佢喺份 audit report 其實寫住佢自己真係做 textile 嘅公司，咁從而令到人哋繼續追溯落去。喂，點解一間賣衫嘅公司同建築有關係咧？而逐步穿崩嘅。咁之後亦都喺單案都揾到好多即係貪污嘅。咁呢個個案想帶出一個信息咧，就係其實有時一個好少少一個細唔起眼嘅地方咧，反而可能係成件事最重要嘅線索。係啦，咁有幾個原因咧，商界會計師咧喺反洗錢體系嘅角色咧，比大家真係想象中重要。咁第一個就係即係會計師喺識別風險呢方面咧，其實真係擁有一個獨特嘅優勢。因為其實企業運作嘅角度睇咧，即係內部嘅財務啊同會計，往往都係最早接觸到可以交代翻嘅，因為佢哋即係掌握住3樣都非常重要嘅資訊。咁第一個係資金流向，咁公司收嘅錢啊、俾嘅錢啊、轉賬啊或者匯款咧，通常都會經 finance 去處理。咁所以大家係比較容易有異常嘅資金流動。咁第二就係嗰套交易文件啊，即係無論係合同啦、發票啦、銀行記錄啦，定係其他 supporting documents，其實 finance 都準備或者審批，即係好多唔同嘅過程嘅時候咧，都會發現有唔尋常嘅地方。咁近年嚟咧，科技發展同埋 AI 盛行啦。咁以前啲人咧，如果要製作一張假文件，可能都要剪貼。而家咧，真係撳一個掣就已經可以改圖，甚至乎一個掣已經可以批量製作。咁相都係啦，以前 key 個頭落去可能都有啲難度，而家都係撳一個 command 入一個 code 咧，就已經出到相、片、聲，由真係開始到整完都可能係幾分鐘嘅時間。咁第三啦，亦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位，就係每個交易背後嘅商業理據。有時一單交易上就算文件齊晒，但係如果佢啲金額啊或者對家嘅公司嘅業務啊，同大家嘅理解有出入咧，其實喺相對要即係分得出即係文件嘅真假咧，我哋會計師通常喺呢個位都比較咧去可以辨別到有啲嘢係唔尋常。咁所以商界會計師即係透過自己嘅專業啦，即係憑住自己對公司嘅業務啊、交易模式等等，其實已經可以做好即係第一道防線。咁過往其實好多金融罪行或者詐騙個案咧，其實最終都係咁好似四季酒店嗰單咁咯。如果有同事即係早幾年就發現有呢樣嘢咧，其實個迴響未必有咁大。咁另一個方面就係即係企業管治方面啦，唔少商界嘅會計師喺公司入邊咧都擔當住即係相關嘅角色。咁大家平時工作可能就係負責審批一啲重大交易啦，建立一啲第三方管理同付款嘅流程。其實 AML 要關注嘅地方咧，同大家平時做嘅嘢好接近。反洗錢重視嘅好多地方咧，唔係真係一套即係全新嘅技術，
而係真係大家平時工作上嘅一個延伸。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係，即係保護公司、保護自己同埋保護我哋呢個專業啦。咁相信冇一間公司會想被不法分子利用嘅。咁一旦公司唔覺意被牽涉在內咧，咁影響嘅可能都唔止係金錢上嘅損失，公司嘅聲譽同銀行嘅關係可能都會受影響。咁除咗保護公司之外咧，即係保持反洗錢或者防詐騙嘅意識啦。某程度上其實亦都係保護緊自己，同埋維護緊市場對我哋呢個專業嘅信任。咁我相信大家都認同，即係社會都一直對會計師有好高嘅期望啦。今時今日，即係會計師都唔係淨係做會計，咁同埋市場同埋公眾咧都希望我哋能夠運用我哋嘅專業啦，即係幫企業去識別嘅風險，同埋加強企業培指。咁當面對真係一啲比較複雜嘅交易，或者真係商業你哋唔太清晰嘅地方咧，即係有時了解多少少，問多一句，即係 fact check 多少少嘢咧，就算 keep 翻個 record，都係體現緊我哋即係專業。咁另外一點啦，就係咧，報告可疑交易咧係每一位嘅責任。咁報告可疑交易咧係反洗錢制度入邊一個重要元素。咁亦都喺呢度要提提大家，即係呢個係香港相關法律。咁如果有任何人知道或者懷疑咧某啲財產咧係屬於犯罪得益咧，或者同法罪行有關咧，就有責任向相關嘅部門例如係 JFI 要作出匯報。咁呢一項咧係適用於任何人嘅法律，即係唔係淨止即係會計師。咁接住落嚟都簡單介紹一下，即係講咗咁耐，究竟咩算係洗錢咧？又同大家不時聽到即係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咁兩者之間有咩分別咧？咁首先講咗個定義先啦，呢個都係喺法例度抄出嚟嘅，即係洗錢嘅定義就係如果有人知道或者係有合理理由相信咧，任何財產或者係部分直接或者係間接咧，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嘅罪行嘅得益咧，而仍然處理該財產咧，就即屬犯罪。咁呢個犯罪得益咧，其實主要包括販毒啊、走私啊、非法賭博啊、勒索啊、偽造帳目等等等等呢啲非法活動。咁而個概念係乜嘢咧？係指即係透過唔同嘅活動或者程序咧，將呢啲犯罪所得嘅資金轉換或者掩飾，令佢哋睇落去合法。咁呢個就真係大家成日聽啊，點樣將啲黑錢變到好似乾淨錢。咁有啲人可能就會問，即係咁啲錢經過咁多人手，咁我會唔會自己使咗都唔知㗎？咁喺洗錢嘅定義入邊咧，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元素就係知情啦，即係有關人士係知道或者係有合理嘅理由相信咧，有關嘅資金咧係屬於犯罪得益，但仍然都依然繼續參與呢個洗錢活動咧，就會俾人罰錢。咁另外咧喺法律上咧，如果你係特登扮唔知或者扮見唔到咧，其實都係會被人當做知情嘅。咁即係換句話說，就係如果我雖然我冇辦法證明你知道，但係有好多好明顯可疑嘅情況下咧，你選擇咩都唔問咧，唔理，又或者隻眼開隻眼閉咧，都有機會被當做知情。咁一啲簡單嘅例子就係即係通常都係冇辦法解釋，即係有啲錢喺邊度嚟啦。明明我就冇乜錢嘅，每個月揾得5萬，咁但係我每個月都係份20萬買衫買袋。咁呢啲情況下咧，就好難解釋點解你明明都揾得5萬，但係又可以使到20萬。咁呢啲情況就通常都會俾人當做係知情。咁至於咩係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咧，其實佢最大嘅分別同洗錢係咧，佢嘅錢嘅來就唔一定可以係合法嘅，即係可以係一個正常嘅打工仔，但係佢最尾就攞咗啲錢去支持恐怖分子嘅活動啦，或者係參與其他恐怖分子相關嘅support 嘅活動。咁跟住落嚟都會講下，即係洗錢通常係點樣進行。咁當我哋講洗錢咧，只要所有人都係會咁樣教㗎，即係通常會分為3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就係 placement 啦，就係第一次犯罪嘅得益放入去成個金融體系入邊啦，例如將大量嘅現金放入銀行戶口啦，或者係買一啲金融產品。咁第二個階段咧就叫做 layering，咁呢個亦都係一般人咧喺洗錢過程入邊最核心嘅一個階段。咁犯罪分子咧會透過好多層好複雜嘅交易咧，刻意去增加追查嘅難度嘅。咁例如係不停轉帳啦、跨境匯款啦、用好多個戶口啦，或者好多個國家嘅戶口進行交易啦。咁目標咧，佢就係想做多啲唔同嘅 transaction，令到大家
越嚟越難追查佢原本嘅 source 喺邊度。咁去到最後嘅階段啦，就係關於 integration。咁佢就資金就會重新投入正常嘅經濟活動啦。咁例如透過即係買賣物業啊、投資公司啊、買股票或者其他資產。咁去到呢個時候咧，筆錢表面上睇落去咧已經同合法嘅收入咯，即係同一般嘅資金睇落去都未必有咩大嘅。咁喺呢三個階段之中咧，對一般嘅企業嚟講咧，最容易俾人利用嘅通常都係呢樣嘢。咁或者舉個簡單嘅例子啦，即係如果公司即係收咗佢啲 vendor 或者 customer 幾百萬嘅訂金，但之後冇耐咧，個客可能突然間就打電話嚟話我想取消啦，咁不如退翻啲錢俾我啦。咁但係咧，佢又未必想退翻去原本俾錢嘅戶口咯。咁不如你幫我退去另一間公司嘅戶口啦。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下咧，如果公司照做咧，實際上咧就係有意無意之間已經幫咗對面做一個 layer。因為佢已經係間接透過呢間公司由一間公司轉咗去另一間公司嘅戶口。咁所以各位做生意或者真係處理公司財務嘅朋友咧，遇到第三方戶口呢類型嘅要求咧，就記得要提高警覺，即係唔好利用唔好令自己公司俾人利用。咁萬一原來對家真係使緊錢咧，通常呢啲處理咧都會俾人先當做都係使錢嘅一份子去處理，咁可能就會迎接嘅後果就係即係面臨即係凍結銀行戶口啦。咁萬一真係已經發生咗咧，記得真係 keep 翻好所有嘅單據同埋記錄啦。咁呢啲簡單嘅嘢啦，都可能將可以救到住。咁今日都想借呢個機會咧，就分享一下一啲即係啲人常見對洗錢嘅誤解啦。咁誤解一就係洗錢係咪淨係涉及即係販毒咧？咁因為唔知係咪以前即係睇電視或者睇電影都睇得多，即係唔少人第一時間都諗到洗錢就係毒品，或者係涉及即係黑社會犯罪嘅大型案件。咁答案就當然唔係啦。頭先都有講到，就係包括所有嘅可公訴罪，包括埋即係賭博啊、勒索啊、逃稅啊、偽造帳目等等嘅。咁第二個誤解就係、洗錢係咪一定要牽涉即係大量嘅現金咧？以前洗錢嘅案件咧，好多都涉及真係一個大量嘅現金，咁當然有部分洗錢一定係咁，但係今時今日咧，洗錢嘅手法好多案件根本就唔會再涉及現金，而係透過好多唔同方法，例如係即係銀行轉帳啊、crypto 啊等等等等。咁而家啲人都興用即係螞蟻搬家嘅形式，即係咁熟，每次都幾千萬、幾千萬。可能10萬，少成多，一樣可以達到相同。咁誤解三就係即係咪真係犯咗罪嘅人先會牽涉洗錢？咁有啲人認為即係我都冇開始參與政治電影，咁我又冇就洗錢咧。咁個答案都當然，大家睇新聞都好多見到好多關於即係傀儡戶口嘅案件啦。咁呢一類咧就正正係證明咗即係洗錢呢個罪行咧同參與嘅罪行咧未必有直接嘅關係。咁誤解四係咪真係知道犯罪嘅內容先會構成洗錢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誤解嚟嘅。頭先啱啱都有提到，即係喺洗錢嘅案件入邊咧，都會考慮到你有冇犯過唔同嘅情況。即係如果相關嘅人士選擇真係扮睇唔到呢啲，亦都有可能需要承擔翻相關嘅法律責任。咁最後一個範疇咧，咁我想同大家簡單講解一下咧，有關可疑交易報告 STR， 即係 Suspicious Transaction Reporting 呢個題目，以及作為每個市民同埋每一位專業人士需要就咁喺日常工作入邊咧，我哋未必真係可能成日都會遇到好明顯係洗錢嘅，但係有時咧都無可避免都會接觸到一啲異常嘅交易，或者係一啲可疑嘅資金流，又或者一啲解釋唔到嘅安排。咁當遇到呢啲情況，咁我哋點做咧？又有咩地方係需要特別嘅留意咧？咁第一個重點就係咧，STR 頭先都講過係一個法律責任嚟嘅。如果我哋喺工作嘅過程之中咧，發現任何懷疑涉及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情況咧，就應該按照自己公司嘅程序啦，同相關嘅部門作出報告啦。咁如果萬一不幸，即係自己公司冇制定呢啲程序咧，咁唯有自己向相關嘅政府部門作出報告。
咁第二點就係即係見而即報啊，其實有合理懷疑就已經可以舉報嘅，就唔需要真係確鑿嘅證據。咁舉報嘅門檻其實好低嘅，即係只要有唔尋常嘅地方咧，都可以作出舉報。咁你嘅舉報咧，雖然未必即時令到相關嘅機構可以有足夠嘅證據進行執法啦，咁但係其實好似砌 puzzle 咁，即係你又俾一塊佢，佢又俾另一塊佢咧，佢久而久之咧就會可能幾塊加埋一齊咧，就足夠嘅資料俾執法部門作出。咁第三點就係個 STR 嘅資料咧係會保密處理嘅。咁一般情況下啦，所有 STR 咧涉及嘅相關資料咧，都會按照指定嘅程序保密處理啦。只有負責相關案件嘅人士咧，先會接觸到嘅。咁所以大家喺報告嗰時咧，只係需要關注即係客觀嘅事實就可以啦，即係唔使太擔心話會引致嘅情況報告。咁至於後續嘅評估同跟進工作咧，就交翻俾相關部門去處理。咁最後一點就係咧，千祈唔好通水。因為咧，通水係會負上刑事責任嘅，即係原因好簡單，即係如果即係個不法分子知道自己俾人懷疑啦，就好大機會轉翻走晒啲錢，唔喺香港玩就去第二個地方，咁影響後續嘅調查。咁所以當發現可疑嘅情況，又或者係已經作出舉報之後咧，千祈唔好同其他人去透露相關嘅資訊。咁喺差唔多結束之前咧，我都想同大家即係簡單分享一下，即係香港有關 STR 嘅狀況啦。咁其實香港每年都接獲 STR 嘅數量咧，都係數以萬宗計。咁絕大部分都係嚟自即係銀行同其他金融機構啦。咁近年嚟咧，數字上都有上升嘅趨勢。呢個現象一方面都反映咗洗錢嘅活動可能真係越嚟越多啦，又或者係手法越嚟越複雜。咁另一方面，樂觀啲咁睇，其實都即係大家嘅警覺性都有所提升，咁識得喺發現可疑嘅情況都作出匯報。咁不過即係相比金融機構咧，嚟自專業界別，例如係我哋會計師嘅數量咧，一直都相對較少。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會場比較關注嘅地方。咁正正因為咁啦，我哋都希望透過即係今日呢個嘅分享會啦，咁希望提升大家即係有關即係報告 STR 嘅責任同認知啦，亦都鼓勵大家喺工作上如果遇到真係有可疑嘅情況咧，都盡早同知。咁頭先都有講過，我哋較早之前咧，亦都聯同咗香港會計師公會啦，以及警方嘅財富情報組啦，推出咗一份有關即係可疑交易報告嘅 FAQ。咁呢份 FAQ 咧，就希望用啲比較貼地嘅方式啦，即係幫助我哋業界嘅人士去了解相關嘅要求。咁例如係咩情況下要考慮報 STR 啊？點樣理解即係合理懷疑呢個門檻？同埋喺填寫同埋交報告嘅時候，需要注意啲乜嘢地方？咁我哋都鼓勵即係大家喺 seminar 之後，如果有時間都抽空睇下呢份 FAQ 啦。咁雖然 FAQ 咧係傾向即係以事務所嘅角度去寫，咁但我相信入邊嘅內容案例建議咧，對大家日後處理實際工作都一定有參考價值。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咁我喺呢度做個簡單嘅總結。咁今日最希望帶出嘅信息，即係反洗錢未必真係每一個商界會計師嘅主要職責。咁但係每一位商界會計師都可以喺自己個崗位咧，為反洗錢嘅工作出一分力。咁最緊要係大家要有呢個意識咯，即係平時工作上都可以細心留意多一啲，即係遇到唔合理嘅情況就問多一句，其實已經就係保護緊自己、保護緊公司同埋保護緊業界嘅形象。咁最後即係非常多謝先生今日嘅時間參與，即係希望日後都多啲時間交流。咁歡迎都在線或者係之後都歡迎咩問題啦，點盡力解。OK，我諗要俾啲掌聲。今日短短一個鐘頭，頭先CEO 同埋 Kenneth 個分享嘅非常之精彩。咁佢對我哋好多會員不管係企業又好、金融又好，或者司機都好咧，其實係好實用性好強嘅。咁其實線上咧係佢好多嘅問題出嚟。咁我諗尤其係有啲已經Kenneth 其實已經答咗。咁樣要重複的話就麻煩可能 Kenneth 再 repeat 一次補充下。咁我稍為將佢一啲問題去歸納下，咁睇下俾我哋再一啲分享啦。咁佢哋大家睇到個 suspicious 嘅 transaction 呢個啦。咁裏面有幾個環節啦，一個就係可能佢哋如果都自己唔係好確定嗰啲 transaction 係咪有問題嗰陣時，喺查詢嗰陣時，因為香港都有唔同嘅監管機構，
咁查詢嗰時頭先你提嗰個話係揾律師溝通，咁除咗律師之外，佢哋有冇啲監管機構佢哋可以去查詢？咁到好啦，如果真係佢覺得，誒真係證據確鑿啦，自己都覺得應該都係賴咗嘢啦，要舉報，咁應該係點樣去喺香港嘅監管機構嗰度去揾適當嘅監管機構去做？咁其實即係大家如果都有留意，即係通常佢哋個口號都係見利即罰。即係當你如果要考慮係咪可以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係懷疑緊你有冇需要報。咁香港最主要負責即係接收呢啲可疑情報嘅就係頭先我提過嘅，即係財富情報組啦，就係 JFIU 嘅全寫啊嘛。我哋講好多 JFIU 財富情報組，好就好做，即係香港警方同埋海關合辦嘅財富情報組。咁上去即係如果你喺 Google 打 JFIU 已經即刻會彈佢個網址出嚟。OK。咁所以上面佢係會留咗個電話同埋 email 先。咁如果係一般事務所嚟講，佢有另一個 DFIU 都幫即係業界建立咗一個系統，即係可以開戶口直接喺自己個電腦入邊，即係登入個戶口嗰度。咁但係如果係一般市民或者係商界會計師嘅角色，咁可能循翻呢個電郵或者電話就會點樣做 ？OK， 好嘅。我哋平時做嘅工作，如果見到咧，佢哋已經即係同我講，你一定要去報㗎啦。係，因為我諗係個 awareness 唔係太高咁樣。咁其實一路都有呢個。佢唔確定啊，報咗先，就同佢溝通先。確定。好，咁但係另外一個咧，我諗呢個應該係一個我哋年輕嘅會員問嘅問題嘅。咁佢就話嗰個嗱，譬如頭先你提咗好多好實在嘅例子啦，咁佢哋真係對佢哋幾有幫助，因為除咗睇報紙嗰陣時，淨係睇結果之外，即係你講咗好多中間嘅過程，咁佢哋有啲人就去有個問題啦，就係話咁佢作為一啲佢中層或者甚至上可能啱啱入行嘅會計師咁樣去睇一啲咁嘅 transaction，有啲乜嘢嘅建議俾到佢哋係去自保又好，或者做好嘅履行嘅工作都好，有啲乜嘢方面之前你睇嗰啲 case 係可以俾啲分享下。最緊要都係即係有啲 mindset 喺度咯，留意多少少咯。同埋真係留意到有啲狀況嘅時候，就盡量 keep 翻啲記錄，因為往往都係即係 keep 翻個記錄可以保住，即係留低啲 record。即係如果真係有意外嘅，咁可能你第一個時間就嘗試溝通啦。咁可能上司未必真係 entertain 嘅，但係 at least 你都有。如果就係上司溝，就上司就係上司做嘅。係啦，即係視乎個別嘅情況。即係如果你懷疑上司有份，咁當然唔揾個上司啦。咁但係最緊要係留翻一個記錄，證明你真係有做過呢一個溝通。我公司有 governance 嘅，即係你唔會。當然好多時候你話你同你 media 嗰個 supervisor 你係好尷尬。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候就係佢要我簽我都好無辜。咁而家似乎個法例都唔會，即係呢個可能太單純。咁如果喺我哋嘅世界，咪成日都冇講緊你個 skepticism。即係你雖然講好簡單，但係你其實好多時候你睇都冇諗，你覺得呢個 transaction 合唔合理？合唔合理？有時可能係你有冇個勇氣去講。咁我諗作為一個專業會計師，其實要講係唔應該好難嘅。但你唔講咧，佢就成日都一路諗住咧。其實嗰個你哋個 consequence 嗰個後續其實可能仲麻煩。因為我哋有時睇到嗰啲 case，我哋都會覺得其實點解佢會唔講？定係佢究竟佢當去到有事嘅時候，佢又冇人在乎你究竟係睇到定睇唔到定唔講？咁而家真係有晒所有法例嘅時候，我哋都鼓勵即係你唔會自己要去承擔晒所有責任。咁頭先你講咧有啲好多嘅 transaction，而家你齋聽我哋覺得係哇盲嘅都知啦。點解你會唔講？咁所以其實唔係講到你有冇能力去分析，係只係你分析咗之後，你會唔會行多一步咯？咁譬如話頭先你講話俾翻啲錢翻嚟啊，入咗第三個戶口咧，咁呢類咧就真係你要有經驗啦。即係可能你覺得都冇所謂嘅，貌似都 OK 可以嘅咁。咁呢類就真係你真係要多啲即係去聽唔同嘅人去做分享咯。咁你變咗就嗰個 awareness 就會提高咯。係啦，阿 Jenny 提呢個就引出咗個先，另外一個，我諗都係年輕會員嚟嘅，都問嗰個問題都係好到肉。咁佢咧頭先阿 Kelly 你提咗一個話do not tip off 啊嘛，係咪？即係唔好通水。係啦，咁通常佢哋譬如打工嗰時咧，打工仔通常都應該都係聽老闆話啦。咁一啲可能啲 transaction 都係老闆經手，咁佢可能第一時間有時都係會同老闆先溝通咗啲 transaction 嗰啲嘢先嘅，或者上級。但如果佢不幸踩中地雷嗰啲又
會唔會有啲 excuse 俾到佢？佢唔係真係通水俾嗰啲相關人士，或者佢係咪好似啲 check record 佢要 keep 翻啊？點樣喺呢方面佢應該點把控佢哋？呢啲問題都幾盡。呢個就真係睇經驗，即係如果真係身邊嘅人牽涉在內，咁真係視乎情況睇下點樣可以接駁。因為其實首先，如果你係擔心有 tip off 呢樣嘢，其實你某程度都已經懷疑緊啦。咁要保障自己咧，其實第一件事都真係即刻要報咗先嘅。咁所以視乎佢嗰個職位啦。如果你唔放心喺公司入邊報，咁就直接同專業花要報啦。因為其實報咗就真係一個即係 defence to 你嘅，即係首先你證明咗你同佢唔係真係一夥先啦。咁至於後續點樣 tip off，咁我相信都係睇翻嗰件事本身點樣處理。就未必真係咁，當然你唔會咁頭先走去同佢講話，我已經同佢報咗㗎啦，你唔好再咁做啦。咁呢啲當然就係啦。咁啊，咁但係佢都會想你係咪 good faith 嘅？咁所以其實佢本身都係想規範一啲即係通訊嘅，即係因為喺頭先講過，即係雖然報 SDR 係責任啦，tip off 又會負上刑事責任啦。咁係 tip off 上面嘅刑事責任係大好多。即係你真係如果真係唔係 good faith 嘅情況，即係通訊最緊要佢自己點樣去 demonstrate 到佢有個係 good faith 去做呢個動作咯。同埋我諗呢個因為翻去個公司本身個 governance 嘅，即係其實如果公司本身個 governance 係做得好嘅話咧，你會有一個首先你會有個好機制啦，即係除非你話嗰間公司好細，就係個老闆自己咁就另一樣嘢。但係如果你頭先講緊嗰幾間機構，其實你就咁聽落去係就係 governance 出咗事，即係你譬如話我可以整個長期服務金俾自己，咁其實你有好多個關卡係可以做到，咁你或者簽支票咁樣，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啲咁多好細微嘅 governance。咁但係如果你話年青嘅朋友咧，可能佢會有個誤解，就覺得係咁噶啦，即係個 business 係咁噶啦。咁但係而家個世界就係唔夠啦咁樣。以前可能真係我都係無辜嘅咁樣。咁至於你頭先我哋睇嗰啲 case 咧，係咪一啲我哋會揾到嘅嘢咧？其實唔係㗎。當有新聞出咗嚟要罰嘅時候咧，你係睇好多嘅法庭文件咧，其實都好多資料喺裏邊。咁可能即係你話一單一單去睇就難咯。咁但係其實你聽落頭先佢攞咗幾個 case 出嚟，唔係一啲你要真係要好似好偵探啊先做到嘅。只不過就係後生嘅朋友可能就係覺得，咦，我講唔講得㗎？我要講幾多啊？咁樣。咁大公司我覺得個 governance 會相對做得嚴謹啲。咁但係如果你而家今日聽嘅朋友，佢本身就係好先嘅，咁可能呢個都係佢可以試下，有冇啲位翻去自己去睇下，又唔好搞到自己，又唔好搞到同事啦咁樣。咁我諗呢個係幾個方向嘅，大家都去共同努力先至會幫到手嘅。咁香港我諗都重要嘅，即係我哋好快有 assessment 咯。咁我淨係做到一邊係冇用，都係俾人覺得我哋香港都係洗錢天堂，都唔係好事。咁所以今日即係無論係你係咩角色都好啦，咁會計師就特別多嘢啦。咁我係咪咩翻去都咩都唔簽啊？咁樣咁啊，視乎你喺咩 role 度啦。可能你真係有啲位，你可能話喂 Jenny 或者阿 Kenny 都講完之後，我聽日翻去我唔會再咁做噶啦。咁可能呢個都係你要諗過嘅嘢。啲會員都應該係一個聽完今日嘅分享，應該都係一個翻去可以審視下自己做嗰啲嘢，有冇啲嘢需要特別再睇睇咯。其實會員好多問題啊，咁我諗我哋今日肯定答唔晒嘅，咁我哋都有去 collect 翻俾翻阿 Sharon 嗰邊，可以之後再我哋就再去。你會我哋再嚟。係啊，一定絕對要啦呢個。問多條問題，呢個佢哋都要問。吳生佢又問一個問題咧，就通常我哋覺得係通常 money laundering 都係金融機構啊、FI 或者可能會計師。頭先譬如聽阿 Kenneth 嘅分享，大家其實都見到各行各業都有啦。有冇啲特別行業係大家即係在線嗰啲會員特別關注？同埋我諗呢個問題係咪即係佢哋諗翻自己個行業係咪都係會相關咧？咁我想可唔可以就有現金流嘅地方都有機會？冇錯，即係如果傳統金融行業咧，即係因為多咗開始規管呢件事，即係銀行啦、保險啦、證券啦，呢啲係第一陣即係需要做好 AML 嘅行業咯。咁係慢慢引申到真係開始要 cover 嗰啲專業行業。咁喺18年嘅時候就會計啦、
律師啦、地產經紀啦，其實你諗翻嚟，其實呢啲都係間接即係可以接觸到，或者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容易進入一個金融體系。因為其實即係有時可能即係會計師做個 advisory 或者做個 consulting 啲 project 或者項目，咁有時銀行都會睇翻翻嚟一個介紹過，咁係會容易啲過到佢哋本身嘅實習，係從而可以間接流入到呢啲首先即係真係用錢嘅地方。咁佢哋都覺得即係專業嘅行業咧係一個即係打關嘅人士咯。即係佢係唔係雖然唔係直接真係見到啲錢銀嘅交易，咁但係佢係可以篩走一陣，即係擺到明似係有鬼嘅公司或者係人士，咁係防止佢哋喺第二條嘅窿路可以走入去嗰個金融。咁雖然依然其實銀行都一樣做好佢嘅工作，咁但係佢係盡量再將呢個風險降低。OK。咁最近3年都開始連貴金屬嘅買賣都係喺入邊。咁即係如果超過12萬，即係可能買鑽石、買寶石，咁其實佢都會多咗呢方面嘅要求。咁譬如你去買呢啲貴金屬嘅時候，你都需要即係我哋身份證睇下你係邊個啊，你買嚟做咩啊？咁留翻個 record 啦。咁其實係方便嘅業績補償翻。即係如果真係揾到洗錢嘅案件啦，咁佢就 trace 翻大家嘅 record，原來個源頭係自某啲人士咁。我諗同埋想補充下咧，即係當然你話啲 case 係好似好大間啦，咁我哋因為新聞一定係大嘅。咁又話細嘅事務所啊，或者係咪唔關佢事咧？我諗呢個就翻去你做嘅個審計工作，或者你自己工作本身啊。即係譬如話我啲客好細，咁但係你都要留意下佢 involve 嘅 transaction 係咪如你所諗？你可能覺得話佢真係好細，我收佢1萬幾千蚊嘅 audit fee，咁但係佢 involve 嘅 transactions 係唔係合理？咁呢樣嘢就你要自己諗啦。即係可能去到最後尾個 balance 好細嘅，個 balance 可能冇嘢，咁覺得冇嘢。咁呢個以前成日講，即係其實翻返去你嘅 journal entry，你係點做？咁呢一個咁嘅公司，究竟佢有嘅 transaction 係咪你值得要還？咁呢個咧就大細嘅公司都要諗。我哋有時做嘅一啲 case 都會睇到，發覺大家就好簡單就覺得，我啲客咁細，點會啊咁樣。咁有時我哋喺 China 有時都見到，即係任何嘅嘢，佢哋都會有機會可以去洗黑錢。除非你話，我都覺得我唔驚嘅，我客咁細，即係佢呃得都有限。但係可能你啲錢 in and out，去到個 balance，你都係好細，因為已經 out 咗。咁你去到真係AML 要或者有關嘅單位要做嘅時候咧，就唔係講緊話大定細嘅，佢就係覺得你咪係參與咗其中咧。咁我諗呢樣嘢就，所以我哋話我哋好難去盡錄所有嘢。咁但係你對於你服務緊嘅客戶或者你自己做緊嘅公司，你就要即係我哋覺得係要多啲警覺，多啲警覺。因為我冇可能知道你個客係有幾大幾細，但係即係頭先我講嘅3項最易啦 ，in 咗 out 咗，你可能 opening 又冇嘅，closing都冇，咁你可能覺得冇嘢啊，幾好啊，咁你就簽咗啦咁都會可能被視為你原來都冇做呢個工作喎，咁樣，咁啊要睇下好唔好彩呢個。因為其實呢啲嘢你唔會知，因為你到時你就同我講，你話俾人呃啊，我係咪有心啊咁樣，咁你要諗下你點樣話俾人聽，你係一個 good faith 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都想提示一下，就係咁。咁非常之感謝阿 Jenny 同埋 Kenneth 咁嘅分享。今日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 section 俾我哋嗰啲會員，其實可以我諗引發到佢哋去再思考一下，其實日常生活可能呢個同自己唔係離得好遠嘅，應該日日都可能有機會遇到。其實喺日常佢哋應該點樣做？我諗佢今日可能大家都仲有好多問題喺嗰個腦裏面可能諗緊咧。咁我哋第日會之後我哋會 after 呢個 section，我哋會同大家再收集翻佢哋有啲咩 feedback 咩意見，然後我哋再俾翻 AFRC，咁可以知道我哋商界啲會員佢哋有啲乜嘢嘅可能 small situation，佢哋可能唔清楚嘅，咁我哋之後再邀請佢哋過嚟，或者佢哋有啲會計即係所有會計師做得好好嘅咧，佢都可以又可以呢個 discount 係啦，佢哋嗰啲 corporate governance 你知道好多都做得好，係啊，有啲實嘅 good practice，所以大家分享下。OK， 好啊。咁我諗我今日咧最後最後環節，咁我哋有啲感謝贈送翻俾兩位講者。咁我想邀請埋我哋嘅前會長德霖先生一齊出嚟啊。OK，好。
啊，我俾你聽。咁我就先多謝啊。係，多謝多謝多謝。一陣先由第一、二、三，OK，好，thank you，一、二、三，thank you，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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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晒。唔該晒，一、二、三，我哋二、三，一齊都福係啦。好，我哋一齊都福嚟，我哋出街。我哋呢個可以講下。望住呢邊，係一、二、三，二、三。好，咁啊，各位晚安。咁我哋下次再會度再見。唔該晒。好，thank you。